接落來，咱來到聽力測驗嘅篇章理解嘅單元。聽力測驗較難嘅是迄個篇章理解嘅部分，因為佢同單字理解、對話理解強弱，題目單淨是得用聽解。不過篇章理解嘅內容較長，所以佢是會較難就是咯。佢答題會有2解到3解題目，題目含係冇文字，但請先後有文字。真正安尼，咱是得用上來回答一種題目咯。一開始，咱強款愛先來理解答該先後嘅意思，講過來注意聽清楚題目，對那規篇文章底度請出各個線索，請問是得選出正確嘅答案呢？下面，咱來看看這題嘅題目係樣說出嘅。第一題，先後一，錢表太小，錢放太少。先後二，頭箱空空，抽屜空空。先後三，頭箱冇鎖，抽屜沒有鎖。先後四，鎖太狠嘞，鎖得太緊。第二題，先後一，驚發生意外，怕發生意外。先後二，同人交叉，沒有和人往來。先後三，聽見人西行，跟着人流行。先後四，求一個心安，求一個心安。第三題，先後一，大風隔壁零下，幸虧有隔壁鄰居。先後二，生活苦冇好偷，生活苦沒有什麼好偷。先後三，種下全冇賊骨，鄉下完全沒有小偷。先後四，不卡有人照見，家裡有人看着。看拍一道先後，了解每一個先後嘅意思了後，咱都要注意來聽今個題目，認真同佢聽進來。不過，想要選出正確嘅答案，有乜個技巧呢？下面，咱來看下邊嘅題。